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Gatha Atasati Sadang Udite Nabamajaya Dhammang Sujaritang Jare Dhamma Jari Sukhang Seti Asming Loke Paramhija Gatha Ikuna Satadi Sadang Dhammang Jare Sujaritang Nanang Tujaritang Jare Dhamma Jari Sukhang Seti Asming Loke Paramhija. Stanza number 168. Arise, do not be heedless, lead a righteous life. The righteous live happily both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Stanza number 169. Lead a righteous life, lead not a base life. The righteous live happily both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168比丘莫忽視自己的責任，應奉行善法。奉行善法的人，今生與來世皆會快樂。169比丘應奉行善法，不應奉行惡法。奉行善法的人，今生與來世皆會快樂。168比丘莫忽視自己的責任，應奉行善法。奉行善法的人，今生與來世皆會快樂。169比丘應奉行善法，不應奉行惡法。奉行善法的人，今生與來世皆會快樂。此即假騰出招嚟嘅吧，怕咩米茶也弄食，卻是米車叫我茶。卻不地氣尼嘎啦，地位硬土呢白煙。此即假騰出招嚟古吧，卻是米車叫我茶，咩被米車叫米茶。卻不地氣尼嘎啦，地位硬土呢白煙。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但願一切眾生都快樂，願他們細心聆聽我說。因此一切眾生請諦聽，應向眾人類散播慈愛，他們日夜來供養你們，故應精勤地保護他們。無論在這世間或其他世間的任何財寶，或在天界的任何殊勝珠寶，都沒有和如來佛同等的。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寧靜的釋迦牟尼以徹悟滅盡，離欲不死與殊勝，沒有任何東西能和法同等。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至上佛所讚歎的清淨被稱為無間隔的，找不到和此同等的東西。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具得這讚歎的8種人組成4雙，他們這些應供者是如來的弟子，布施給他們會帶來大果報。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以穩固的心透徹地修行，在喬達摩佛的教法裏不再有貪欲。他們以正應正之法進入了不死，他們輕易地享受所證悟的寧靜。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正如心智地裏的柱子不能被四風動搖，我說已經切見聖體的善事也是如此。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清楚地觀照由擁有深奧智慧者善巧教導之聖體的人，無論他們多麼放逸，也不會有第8次投生。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
對於正德之見者有三法而被他斷除，即身見疑如果他有的戒禁取見，他已完全解脫了四惡道，絕對不會做六種大惡。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無論他透過身或口或意所做的任何惡業，他都不會伏藏他。所謂見道者，絕不會這麼做。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佛陀所教導向涅槃，帶來最高等利益的至上法，就像夏天第一個月的樹林盛開着花。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至上者之至上者，給予至上者，帶來至上者，教導無比至上法。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舊的已滅，新的不再生起，他們的心不執着未來生。有的種子已滅，他們不再生起對生命的慾望。那些智者像燈滅那樣熄滅。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與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佛，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法，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真，願得安樂。